领起他冬也轻，哎呀雪也轻，把我当作我同阿三。老鹳早年归天去啊，为我留下个女娇娃，阿暖取名叫燕子，眼睛一眨，前年16，去年17，今年已经18。他是我生儿做人一子阿三，金盆托他一朵花，他养女人撒不下，害得他至今没好过家。燕子哎，把这把花出来，为我插针去我去生为母守孝，尽上分，共同思索三月情。今日里闻听父母千慷慨，母亲命我把阴不知卞先生可在家中？我弟弟方才出门去了，不知公子得来请卞先生前去
自比。看他文质彬彬，难道他家也养女不成？请问公子，你家是王女生病，还是三女生病？哎呀，姑娘哪里话嘞？是我姑母生病。啊，你姑母？真是我姑母。这倒奇了，我姑母生病，哎，有什么好笑的？公子，我弟弟也不来的。啊，你弟弟不是郎中吗？那上面出了一个事。公子，请看。牛一片语。呀，如此说来，你弟弟是个牛一了。真是。哎呀，这块小生鲁莽，小生告辞了。哎，公子，你邀请的那个郎中卞先生，他不是在这边？那公子现在临相东子，一条小河心内，黄土上小桥，最渡三家大门开，早晚一杯把分享，门前两只老杨儿，在那边纸上你便归程。多谢姑娘，小生光景才心。今次醉了，燕子，原来是春兰嫂嫂，你来做甚？喏，你许愿上的花样，请你许好啦。许的真好看，真好看，真是好看呐！是呀，好看得很哟。你在说什么？你看什么？我看的是他呀。只怕不是。那你看的是他。哎呀，春兰嫂，燕子啊，你我情同亲家妹，此时问我为何来？你进来他与你一情而出啊，快明白呀！那须在明叫我屈身，思想问题存在，你二人郎才女貌真相当。曾来我愿意从中助他呀妹。我不要，我不要啊！你且放心，虽说我王春兰是个年轻寡妇，不便出面识媒，但是我那表兄所见与那我屈生乃是同窗好友，我可托他先去的。翠。
直到是燕子去了相思愁，是这般多情女子天下少啊！我这个月下老人一乘马，管教他了家相思尽long term。东找西找找不到，原来他到这边途去来了。爷的，就算爷的，哦，原来是少杰兄。我认得你好苦，你往哪里去呀？今天4月初1是我姑母60大寿，我是去拜寿的。拜寿拜寿，花样造句，先可相对，后吃老酒，有什么意思？爷的，你不必去了。有一张妖精的大喜事等着你呢。哪来的大喜事？爷的，你瞒着我做的好事。满月前，青衣出头，牛一枚。他怎么知道的？秋雨一回，小家财。我要做奸，我见肚子逃了。那姑娘放音叫燕子，你有一泪他有情。我本想长夜做月老，只因你途上的梦是难分，不料想那燕子为你生去平。那姑娘今日此次多情人，我与你情共手足亲兄弟，因此为你心不宁，体美色情谁不苦？强与孤两卷自己告你听，压定你跃上楼上黄昏，团房燕子听众生。哎呀！君子不为非礼之事，这也见思维。哎呀，断断不可，断断不可！哎，什么君子不为非礼之事？圣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至于何方？”实话告诉你，我表妹已经压定燕子，今夜等你了。怎么去吧，去吧。怎么办？死不得的。你呀，我把你好友一比，比如什么？喏，河边小杨楼，潇洒有风流，仔细看一看，我头。哎呀，是了，苏杰兄他比
今日最开玩笑，莫非他今日又来捉弄于我？书记兄，你需要骗我了，我不信于这等事，告辞，告辞。呵呵，他倒不相信起来了。哎，也得慢走，也得慢走。不信我也摆手去，我想做红娘，做不成，待茶酒意为家转。
分明是多情燕子抛郎君，有趣啊有趣！我所见风花雪月见得多，从未见过相思病，谈不知这相思病儿怎样生？哎，我不悄悄进去看个明白，明日里再遇秋水，心开呀心。我不趁水太走，前去打话，设法讨个平真来。到那时，看你我秋孙心事不心。我公子，请坐。小生高寿。这样的入会，我倒从来没有做过啊！我公子，你来此做甚？姑娘，自从那日相见之后，小生朝思暮想，查万无心，听说姑娘近来肉体不安，心中甚是不宁，带来团房。外望姑娘要报仇了。我一生也团定到此来，因此关记在心内。既然你对我与真情交会，事到如今。不可本当托美来迎去，真奈我手指闭满身穿白，但愿姑娘身抱从容抛枪。有仇宽心对，只等换了不上进，花花轿子别来抬。本子言判官虽是一旦笑，此举
西大气在西花藏须莲花映一黑，曾与王表心。铜田有东铺开那个城里头，城东开办关在店，城西开个狮子楼，吃的有这个贼，这个王子在马头。是又是不来凑，个爹娘也是个财神菩萨，等我做对头。欠债欠的是没头金，个家事把他十古酒，剩下一盘杂货店。关门的那家也得年前个头。常言说的是道理有，食多不养个渣多不贼。我毛大人就是陈少爷，三教九流是个朋友，那个赌场里下藏金钗，咚当当个喜悠悠，那个悠悠当当，那个当当悠悠悠悠当当。有怕头，今日我看中国王城来，一时不便我难下手。今日里所见过出城去。隔壁个老太婆欠我200文油盐钱还不出来，我就将你头上的银叉拔来抵债，用银叉我挺将城南狗呀，哎呀狗呀，哎呀狗呀狗到头。敲门，我是说姐呀，原来是表兄。你多谢姐姐开门，毛大这厢有礼了啊！你来做甚？我看你一人在家嘛，朗朗清清的。带来陪伴侬，快快出去！
何必假装正经？弄得侬表兄说起就情嘛，就该对我毛大有。真是无赖！我送你一样好宝贝，看，喏，真是好宝贝呀！喏，看啊看啊看啊！哎，哪里去？你你要杀我？啊！你杀？你杀？哎，我哪能杀得杀你呀？这个给你，喏，什么好东西？喏，哦，原来是买凤头人茶，我还是想看白牛的你。我可不喜欢。秋生不相信，他不肯去。那便是好是好，叫人家胭脂等去了，这是真急出病来。你且放心，表兄我好有一比。比什么？好比俏郎中专治相思病，上问用何药？毛名。啊，你去毛名？是啊，那胭脂姑娘实在多情，为家场地来修业一桩，你说有趣不有趣？你呀，真是没规没矩，专做这些荒唐事情。啥时我去生起了你心，看你怎样说得清楚呀？这我倒没有想到啊。许爷呢？哦，修业。修业不见了，修业。哈哈，我毛大就到花营寨。小爷拿菜手，昨晚没过向前走，老从说声我求生，今夜要把眼自疼。请给我分享头，天仙美女们招手。
不知道胭脂姑娘住在哪里。这便是相王，想必住在这里。胭脂姑娘，胭脂姑娘，小生我秋生得来拜访于你，那休也在此。胭脂姑娘，我秋生。放水！做菜呀！放水！不放水！做菜呀！我要你的命！秋生却当成糟了。哎呀，这便是何时好啊？对方一字不饶，冒取了胭脂秀叶，如今两侧如此大案，也罢，待我到官府出手，实请秀叶之事。表兄，想我廖正元是此不同，你曾讲出取叶之事，定说用我到你的头上，这时候死的。这真好有一比呀！你我比什么？快想办法要紧。因我困来，你还是联动众位同窗好友，西部联名长子告到知府衙门，据称我去生再做逃离。表妹他太快去！
不料他的官运好，无边地雷，他便天。辽人之愿张宏进谏。哦，张年兄久违了，久违了。张年兄请坐。谢坐。大人署的一官盛饭，君提带来了。年兄请示里安，辛苦了。哪里？这张案子，下官只身一当，别以三落杀菜，与我辛苦。哦，只身一趟，正是。好大才！都人年兄，大人夸奖，区小案何作挂齿？神明关天，真是区小案。是，真是一桩人命大案呐！年兄多案之后，可知百姓我也不服。下官兵力太短，一清二楚，岂有不服之理呀？辽政院数十名秀才，连民长高到本府，你且快来。啊！真是一派无言，岂有此理！哎呀，大人，你千万不可轻信呐！年兄休要焦躁。依我看，将胭脂墨取身带到这后堂，你我二人再细问一番，你看是何？何必多此一举？童儿，传胭脂墨取身，后堂问话。是。见过他人，你二人可曾相识？自然相识。燕子，你将血液时候赠送于他，从日将来。哎呀，燕子姑娘，你我萍水相逢，无冤无仇。我曾拿过你的绣花言呐，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于我啊！此刻哪个叫你说话？燕子，你是大人，这个啊，大胆燕子，公堂之上已经照顾，今日警官反供不正，年兄需要惊吓于他。燕子，本府与你作主，不为冤屈好人，你且从实将来，休也可人的情绪交进他的。哎呀，燕子姑娘。我是他翻脸负心，将我冤，此我含羞得亏，诉青天。大神呐！想那时他心意不落，初相逢一见钟情，两相恋。他家长随心来为聘，夜半相偎在窗前，歌唱对语诉相思，说什么他是举节平地莲，路到他终于老成真君子，强乱泪甜言蜜语，心情
到各厂下会，又这样将血液交付于他，也是各厂的故，可曾当面恳请？非曾当面恳请。各厂的故，不曾当面恳请。我再问你，陈业才遇何事？你弟弟背上又才何事？都是在4月初一那天晚上。哎呀，他人4月初一那天有神前往姑母家拜寿，亲手迎娶这个上根，当晚是在姑母家中，亲朋邻里皆可作证呐，望他人喜上冤枉呐！一派无言。童儿，索取我秋生姑母家中查明此事，将我秋生带下去。是。叶子，你与我秋生相爱之事，尚与何人知晓？这个，并非旁人知晓。你小小女子，无人穿针引线，岂能与生死为？难道你不想为你弟弟报仇不成？哎呀，大人，此事至于邻里，王春兰知道。王春兰，他是何等样人？是个年轻寡妇。寡妇。大人，他可是个好心人呐。你且退下。张年兄，此案破绽百出，以本府之见，还当重审才是啊！他真是清官上身3把火，傲气凌晨是臣能。大臣，下官凭理断此案，陈正法正见分明，原人自负陈福宽，高官平安，帖子陈劝他人莫听凶手片面词，又何必多为此事？空非本府旨意，年兄请便。告辞。不送。快他捕风捉影，始作聪明。大人，我秋生之事已查清楚。将来4月初一那晚，我秋生确实在姑母家拜寿，就愿这个上根，亲朋邻里皆可作证。怎讲？亲朋邻里皆可作证。这就是了。我去生当夜拜寿姑母家，岂能与分生死为与杀谁？其中蹊跷非难料，定与毛病定其谁？也知道此事未与陈兰笑，定是他心里风景气候更关童儿所的寡妇王春兰是满当朝与空把手金啊！
儿随我来。是。自从杀了别老头，我常在屋里看风头。风声不进的我不走，风声一进的我就溜。不料想衙门抓取我求生，个员官判他是凶手。我马大有了天色关，不用急也不用走，今日里再去看看个小王。啥有机会我便下手。毛大少爷，毛大少爷，毛大少爷，做啥？我欠侬200文钱，侬不给把我头上的人差不去，喏，搿200文铜钱还侬，侬把人差还我。老太婆啊，人差都被我杀了脱噻！啊，我姑娘呢寻得了还拨侬啊！哎，那做啥？人差死了啦！搿是我娘家打了个假钞买都买不到的。有啥个了不起的啦？难道我毛大少爷还会陪侬不去啊？不要啰嗦了，我还有要紧事情，要紧事情的。啊，哎呀，老太婆，侬啊家，把人差还我，把人差还我。卖胭脂花粉。朝中改办出府门，为端起安保此心灵，传接周扬过闹市。来自城来家门前，戴着帽名英雄我躺了个圈子的老太婆就请我负责罪。王春兰家到这，不晓得他可在家。卖胭脂，卖胭脂，侬说啥？卖胭脂。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哦，是个咕噜客商吧？哦，真是真是，个咕噜客商讨厌得很，怎么在这里卖胭脂？喂，哼，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这里卖胭脂！怎么这里买不得吗？侬还不晓得？喏，在那门来里向有位胭脂姑娘。就为这胭脂玩出了一桩人命案子，这里是是非之地，你还不快注意一下？此人团对团闹，莫非王春兰？哦哟，
真心大名。莫大少爷，毛大，侬无缘无故问我名字做啥？哦，实在多蒙指点，特来向你道谢。算了，走吧。好。呀！我叫侬走开，侬偏不走。实话告诉侬吧，这里是寡妇的门前，没有人会卖你的燕子。既是寡妇门口，那你几次三番在这里团头团闹？哎，莫非你看中这个寡妇不成？那个人我生气，我毛大少爷为得坑上个臭寡妇，个臭寡妇老早有想好噻，是哪一个？是个烂秀才。寡妇的表兄名叫索杰。索杰？耶，侬也认得索杰？哦，不认识。哎，这妇道人家名声要紧，你可不要乱讲哦。那我骗侬做啥？侬不相信了，侬们人家去好嘞，侬们人家去好嘞。这索杰可不是个好东西，他可是随便啥个坏事体都做得出来的。要是他知道勾搭一个相好，一定不会饶过侬的了。胡说八道！我这是在这里买卖燕子，谁要勾搭他的相好？好，那你就在这里买燕子，因为索杰回来了，可不要怪我，我没有提醒过侬啊！可不要怪我，我没有提醒过侬啊！那毛大提起寡妇，看法很深，看来不是毛青来亲近之人。毛大师，王春兰与他表兄索杰私通，我一路而来，也正亲身。莫非？咦，那帮来的莫非就是索杰？长子到府中，无影与无踪，好事出城哎，扑龙通。相公，这是上好的燕子，可要买吗？燕子，天人多少万呐！哎，燕子，令人红颜不老，真是天人买闹。相公们是买一盒吧？不要，相公，此乃名牌正货，并非冒名顶替。你这个人，我要这样啰嗦，说不要就是不要，快走！好。好奇怪的呼啦！表妹开门！表兄回来了。秀爷，什么？秀爷！这不是燕子的血液吗？哪里话来？那个秀爷分明被我失落了，真为才此。这明明是燕子的血液，你问不信？你看这血液上的花样，还是我血给他的。不出我之所料。
师傅大人没来由，鸡蛋里面挑骨头。为吾辽政之愿传接知府大人。罢了，本府今日重申言之有爱，你且受一报，听仔细了。是。传所见。所见上堂。哦，参见知府大人。下跪可是所见？真是不知大人何况为了何事？快把言之有爱从这招上。哦，大人问的是言之有爱，大人那辽政元神之糊涂。哼哼，那我秋孙却是冤枉的呀。所见，你既为我秋生命冤，本府且问你几句。大人请问，私有出言，那铁板上你到哪里去了？这个也是想不起来了。你且仔细地想上一想。这可曾道过言之假作啊？他怎么会知道的？可曾冒名我秋生去来修业一张？哎呀，妻子，看他辽氏之人，想必是个清官。我若实实正经，他定能风清月王。禀大人，虽有初一大王，月生却人毛。哎呀呀呀呀呀呀！这怎么说得出口呀？讲啊！月生却曾冒名我秋孙拿来修业一札，就是了。既算是此，你玩耍什么花招？还替我去生命什么缘？快将杀身英雄之事从实做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弄来弄去弄到我的头上来了？哎呀，大人，月生日有饶道世俗，一向奉公守法，绝不杀人之事，让大人详查。好一个说到世俗、奉公守法的秀才！你的所作所为，本府早已查得一清二楚。你本子玉门中派来财长，那官府所公儿莫负豪放，平日里星光道，面绿说话与寡妇恩师同，拜金风光，冒名顶替偏修业，二百迎接大圣上，公道自然官调来，从这招来免罪引罚。哎呀，大人，冒名顶替我岁月初，但恰是人人之美一品心，修一行业变色路，转眼之间不知名，事业英雄非所见，凭着名誉冒名成人，外方大人细相查，却不可对来真凶穷人。真是奇谈怪人！你几多世俗，因何夜半三更私闯鬼门，冒名顶替去调戏叶子？啥是修业失落？我问你如何凭证？有理要得开山。那
有，各取见证，充当事实。所见，你早日不早。多谢大人，事实大报，若生我好友一别。比什么？所见道过他，八不落乱岗，欲困难分辨，冤枉。我笑你狂妄腐烂，本是要中派来。我笑你自命青天，恰是无度昏光。本府难道当初不成？若是因我无辜受刑，趁你剪掉本府了事之兆。神你多大，若生无情难受。本府恩理分明，你无言可辩。本府依法当你，你尽管顶朝。欲望尘来，私通是你，冒名顶替是你，骗取修也是你，杀人英雄当然是你。本府千声万佛，千万查问，查得正圣的命，不怕你不走来呀！有，他应此去。天冤枉，走在身啊！挑尽王屋，喜不清。中家一子郎子不同他应，两行你不对上下三长身，这让我一日冒名抗讨啊！哎了眼的哎是身倒不是成全秋孙，造成哟。所见我生死何妨，与天定远走。王公，将所见当日死牢，方趁我去孙推他。
兄，张年兄，辈子在。此儿一名如何高见？辈子知罪，辈子知罪了。年兄，你呀，你查案不想家为证，草菅人命才非轻，你将那一名官诈当先报，难听马分光两断心，真凶逍遥不发为，无罪却怨难明，侦探错当臣服梦，王孙朝廷弃平恩，须怪我不念旧情义，王法不死难安虚心。万马年兄，多多报还，多多报还。休得多言，唯愿听从去吧。仕途奔波，发世上，错身使用到东厂，路女儿上江路来，为的是言之意外。有冤枉，我挑心满卷心肠宽，来引亲总商量。恩师在哪里？恩师在哪里？哦，恩师！一起，恩师不知辛劳莅临教会，请上去乐声一把。引起离从了，恩师请上座。起。想老夫当初不顾神口之女，引起我四次观众，刮起便来了。恩师当在教会，要生升官非富，每日对此反动复兴，作为所有之民，引起多礼了。恩师请。请。
是恩师，地区燕子要按卷中，想必宽顾了。宽顾了，不知恩师如何告诫？这个嘛，叶妻以老夫看来，此乃是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要审清此案，确实不容易哟。哦，恩师夸奖，恩师夸奖了。叶妻，老夫有几点钦点，一心卷上，请言妻死去看来。是。夏恩师定有精神妙语夸奖于我。此案不明，尚有3年。所见初次冒名，请追杀桃园之路，后次前往，因何无对偏山之门，此意一言。所见功臣，须夜当夜失落，言之不落在第3层之水，此意何也？所见在英雄加护于我屈身，因我一切烈人中为我屈身命愿，挟此3年，共言其传强。我知道每夜宝将定不少。想当对交来，随意飘。莫非此案判错了？3年何罪不到？恩师，那所见做着心绪错对门，何况月恨风雨高，血啊失落。心狂土撒花招，列名剧场难交集，今顺特巧已在到，恩师引我翻起万当怎样推敲？
以老夫愚见，再将此案仔细查考，实有破绽，撇大从审。这个若审不官聪明，此案上报安岳衙门专责一部，批文即刻殿下，岂可轻率从事，再犯此案？立地有山，真是轻率从事。已若审困来，尚不作为你。哎呀！门生之言头是专，更定为私心案。只怪他年少轻生，我力轻，我万大尊于他，护你他也情。卷上的皮子且不谈，我与你同往天家喜他宽。恩师，此种案发至今早已多犯大宽，尚再多此一举，则怕徒劳往返，杀人消谈。什么？为师陪你前往一走，连真的情面都没有了吗？哦，既然恩师定要前往，有甚奉陪？你诧异，非是你来陪我，乃是我来陪你。是此，恩师请。恩师，这里就是别生的房间。那日他不断寻我一趟，吓得我连日茶饭也不想，幸亏恩师不负宽，这不定还是我生得出当。他骂我糊涂，是啊糊涂。年兄，请啦，因何羞涩在一旁？年兄时机轻便，何必多言？恩师，言之就只在后院。老恩师，要做代报来大款，这真是
恩师，雄水别从这里跳江而进，跳江而出。恩师，既无所见，就请为夫去吧。且慢，也请你来看。此缘生肖分内外，前后有门公四开，前缘桥后江堤。不错，年兄，你看是何啊？强包江的运动怎样？一起，杀杀凶手是杀尽情理不成，非你才素尽耳根鸡刀。即使当夜有重返，巧为虎，不在前门，不在后，不把后院地墙，反挑前院高墙，不得言之鬼法，恰到边上放弃。这是为何？恩师高人，恩师高人。月神早就料到杀人凶手定非所见啊，年兄，大人，恐怕你也一时失策了吧？难道是拿我求生不成？顶多嘛，我错，你也错，大家半斤八两。你，这杀风之中，何问放过？原来是一枚宁差，眼前此宁差恐有事一理。恩师，杀人在真乃是修业，这宁差如何作为你？眼前修业虽是在真，但是宁差落在凶手跳墙之处，难道不该追查？是啊，恩师，我看定是凶手落下的。听是凶手落下的，也便是所见之物。眼前无是此无同。是啊，年兄，你也太武断了。心口此王，如何为之？为民父母必须此从，切不可以就是自先讲。你查是非罪证，难道不可以追查？你以为强是你，恰是为何？是啊，此案破绽不彻，暂不终身，岂不是草菅人命？恩师，有生案夫妻断，公正举荐陈天安，举报江门到营部，杀犯案上司将谁承担？为官在鸡鸣道远理当算，立案重审苦中劝，杀死上司
我要太师尊，须知逃子呀，这生命不能当儿戏玩。你气死我也！老恩师不择季节将我来，那张我冷言冷语，把是非论得山雨宽洪亮，也难免浮名落。重新关爱恩师，若生山在落地前，今生既爱素父老送来万民山，不负其名天下传。亲生官方也在争，明察去报听此案，非必落落混用百姓看此王。王为官，恩师年满亲自从，许官有生恩。要死在堂上真是有生错，我心愿怎么样？扎下无杀不做
恩师从此进去，难得无言再见人啊！万奈何，只得强中恩师命。恩师且用我为尊抚养，真是才也罢，老夫苦口不心，话已说尽，你愿不愿做个清官，由你自己。你查拿去。多年，相思爱啊，本是我得一字句。曾为此博得了清真官身，爱一代并无余，差错好分，老恩师恰自称因。
听我批文。言之有爱，心中所盼，言之发疯为家，王策兰监禁3年，兄弟所结结的帮扶隐藏此中。自古无奈明知应对是宽家家，只闻圣上听儿神天。好王。一部批文杀明经，是非确实写得清。乱对判本无错，误被百姓送黎明。更何况不问一下二事体，岂用反复度此臣？怀童儿所的胸怀到他堂。向那年金榜高中，言
是文言，身在须但愿我永随此子不轻云。便言道是独自上多风险，凡事常须慎思淫。此言我深深铭非夫真是受之挂后庭。报恩此地曾一点红雨伞，那人差至今尚未查分明。倘若此案过于错，我只能为其若是披债银。我若是太翻原判于重生，难免世上小马生。因我批文非儿戏，策反才非情。多生难受错之人，到那时公正廉明全世家，生死受之是偏生平
两班衙役监狱参军，请老爷升堂批斩。什么？请老爷升堂批斩。童儿，传书记王成来。老爷，传是传书记王成来。参见大人。书记，你放在路过门外，引我口出王言。是这一定，将于何方？我却问你，杀人英雄之事，你从何而进，从何而出？啊，那是公堂之上，你不问不清楚，今日半夜三更，怎么心血来潮，与文妻这过来了？讲，是说是后门而进，后门而出。一怕无言。请问大人，你要我从吾而进，从吾而出哪？分明你从监院跳墙而进，跳墙而出。好多因何发笑？我把大人好友一比，比什么？一是小小主，听袖有玲珑，腹内结节苦，不同他。大人休要跑跳之类，你想想，燕子家中我曾去过，清清楚楚说门入路，我若要进取英雄，难道不知后院在门挨将，方去天马监院高墙不正？如此看来，大人这是目睹，真是好笑啊，好笑！还要下去！恨皇都言语疾风内藏不与本府怒颜色狂雷巧于离，与恩师之言不藏，对分好。莫非是所见故非杀人犯，我万道强人母心查考。王成兰，你如何冤枉？大人，那是血液当一便已失落，命为所见寻夜一夜，二人不曾离开。那一杀人之事，甚非所见所为，望大人明察。王成兰，我却问你，你与几个奸夫？哎呀，大人，命为所见乃是青梅竹马，实在别无他人。我岂不信？大人不信，可到街坊查问。谁说一人三番两次调戏民妇，民妇也从未应允。是何人三番两次调戏于你？是毛他。毛他？我再问你，4月初1那天晚上，毛大可曾到过你家？是。哎呀，大人，民妇想起来了，4月初1那天晚上，毛大时曾来过。他来做甚？他带着1杯银茶前来调戏，被民妇端出门
外，毛大出门入菜，我便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怎样的一枚银茶？记得是一枚镶嵌朋友的凤头银茶。镶嵌朋友的凤头银茶。啊，也不错，你这看来可是这样的一枚。哎呀，大圣，真是这样一枚。那天晚上，少杰何时为准？毛大出门不久，少杰就来敲门。我知道修业庭外是天真，有谁知银茶揭开缘已成。莫非那毛大阴差得也去迎接？错对门路还神明，我何所曾闻到银婆？滚蛋从人听家无伤，再从同生童儿你嘛是。毛大上堂。这心当得着想大豆腐掉了。哦，参见大人。毛大，快将上是变身之事从实招上。大人冤枉冤枉呐！你看这是什么？修爷，修业之中还有什么？银茶，此银茶是你英雄之子落在别家降下之物，张证据见招是不招？这银茶不是叫人的，小的不招。待认真。参见大人。上言作证。毛大，你拿此银彩前来挑衅于我，还我抵赖。毛大，这分明是你从我头上拔起的，你还管拿这个天子地面？事到如今，还不快走！无招无证，叫我招什么？铁证是谁？毛大家说，随着兄弟一把，协议一起。那不掉子，小的愿招，愿招。王公，
杨某大当日死牢，方才燕子所见王臣来推他。打开中门，侧进。千言情，惭愧不起，在府门前。自处能改，其谁言？你草菅人命，不知悔改，老夫我也要传你一本。恩难得你几番辛劳血气冤，多亏是万民好情一生晴天，困难当，难太成王都言。煞非恩师金玉环，他错自称，才非钱。人命关天，不贤，差之真假好理解。为官在举笔落马，且军中就黎明，我先无杀与为言，但交代究竟。